Hello， 咁多位朋友，我係蘇文峰。今日我哋開門見山，直接拆解全香港甚至全華人世界最熱辣、最引人爭議嘅一個豪門玄學話題。之前我哋拆解四哥謝賢離世遺產留俾兩個孫嘅影片，喺網上爆咗15萬觀看，留言區無數觀眾都在問同一個問題。蘇師傅四哥生前公開講過，謝家媳婦我只認張柏芝，點解佢死都不待見王妃？難道網上傳王妃黑夫命係真嘅？我今日直接開門見山同大家講真相。王妃前兩任丈夫劉維破產落魄，李亞婆欠債幾千萬變成被執行人。很多人說這是王妃個面相剋夫，但我蘇文峰今日要從相學同八字同大家獨家拆解。四哥生前不待見王妃，背後根本唔係個人恩怨，而係四哥看透咗王妃個面相入面嘅孤寡氣場。而謝霆鋒同王妃相愛24年，越愛越暴富，背後竟隱藏着一個極其罕見嘅雙殺同攻風水局。想知道王妃個面相到底有冇剋夫？霆鋒點解可以用硬命抗剋，越愛越旺？即刻撳下面個 subscribe 訂閱掣，仲有拉開旁邊個小粒燈訂閱咗未？好，我哋即刻詳細拆解呢個香港娛樂圈最頂級嘅玄學吳梳局。我哋先講返全網討論得最激烈嘅話題。王妃到底有冇剋夫面相？很多人看新聞，看王妃第一任丈夫竇唯，當年係搖滾天王，跟王妃離婚之後生活落魄，甚至要在街邊吃麵。第二任丈夫李亞科，跟王妃結婚期間投資地產已失敗，離婚後更是欠落數以千萬計嘅巨債，被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很多八卦媒體就開始吹啦，說王妃係旺自己不旺夫，甚至說她是剋夫命。但我同大家講，喺相學入面沒有絕對嘅剋夫，只有命格沖克。王妃個面相確實帶着極其強烈嘅孤高同清寡氣場。如果一般男人跟佢在一起，根本承載唔住佢強大嘅命格磁場，自然會財運倒退，事業受阻。到底王妃個面相有咩具體特徵？點解竇唯同李亞婆跟佢在一起都會走下坡路？我哋下一章即刻從面相學詳細拆解。我哋要明白點解四哥不待見王妃第一步，必須要睇懂王妃個面相同命格入面嘅孤寡信號。我蘇文峰睇咗幾十年相，王妃1969年己酉年出生，八字食神吐秀，個人氣場極度清高。我哋細心睇佢個面相特徵。第一，高昂骨無肉骨高沖。王妃個面相最明顯嘅特徵就是昂骨挺拔。喺相學上，女性昂骨高代表個人意志力極強，事業心重，不服輸。但如果昂骨高而冇豐滿嘅面肉包住，即係喺相學上叫骨路剋夫，代表喺婚姻關係入面，佢嘅氣場會全面壓制丈夫，丈夫喺佢面前會感到巨大嘅精神壓力，事業運亦會慢慢被壓制。第二，鼻腔高挺大節，鼻骨如刀。王妃個鼻孔非常直非常高，但你仔細睇佢鼻孔中間有一處微微隆起嘅鼻節。喺相學上，女子鼻大節叫性格剛硬，情路坎坷。被為夫星鼻大節嘅女性，感情生活極容易遭遇波折，而且丈夫嘅運勢容易出現斷崖式下跌。第三，眼神清冷，目大孤光。王妃個眼神永遠帶着一種遠離世俗嘅清冷感，即係喺相學上叫華蓋星入目。帶有這種眼神嘅女性，自己可以成為頂級巨星，賺無數嘅錢，但佢個磁場係孤獨嘅，佢密需要靠男人。相反，身邊嘅男人如果命格不夠硬，反而會被佢強大嘅清冷磁場吸走運勢。我哋回向竇唯同李亞婆，竇唯八字屬火，性格敏感脆弱，遇到王妃強大嘅金水氣場，火被水滅，自然事業跌入谷底。李亞婆八字木重，投資地產盲目衝動，遇到王妃個孤高相，木被金克，投資得一塌糊塗，最後負債累累。這就解答咗全網嘅疑問。唔係王妃故意去剋前夫，而係竇唯同李亞婆本身個命格太弱，根本承受唔住王妃這種天后級嘅強大磁場。啱四哥謝賢係何等精明嘅老江湖，佢一眼就看穿咗王妃個面相特徵。這就是點解四哥生前公開講謝家媳婦我只認張柏芝，死都不待見王妃嘅核心原因。我哋下一章即刻拆解四哥嘅玄學心理。喺我拆解四哥點解只認張柏芝以及霆鋒點解抗得住王妃之前，我好想先問熒幕前面嘅咁多位朋友，如果你係豪門大家長，你會選擇一個能生孫仔、守護家族財富嘅前媳婦，定係選擇一個陪伴兒子但性格孤高嘅現任？
你覺得四哥公開偏心張柏芝喺玄學上算唔算係最高明嘅做法？即刻喺下面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我蘇文峰每一條留言都會睇，等陣睇下邊位朋友嘅玄學眼光最獨到。好，留言過後，我哋繼續拆解四哥生前嘅玄學大局。很多人覺得四哥偏心張柏芝冷落王菲，係因為張柏芝生咗2個孫，即係隻術對咗一半。喺我蘇文峰眼中，四哥作為謝家嘅大家長，佢睇人睇嘅係家族財富嘅穩定性。我哋對比張柏芝同王菲個面相，張柏芝個面相額高鼻直，最關鍵嘅係佢個子女宮飽滿，下巴圓圓有肉。喺商學上，即係叫厚德載物，王子寶彩。張柏芝能生子，能守財，能照顧後代，佢個磁場係聚氣嘅，係能夠把謝家財富同陰德傳承落去嘅。而王菲呢？王菲個面相係天仙相，係孤寡相。王菲不可能再為謝家生兒育女，王菲個氣場係超脫世俗嘅，佢根本唔會去幫謝家打理家族財富，咁可能去照顧謝家嘅第3代。四哥非常清楚謝霆個性格太拼太硬，感情上容易衝動。如果謝家嘅資產交給王菲，或者被王菲嘅磁場影響，謝家嘅財富隨時可能散掉。所以四哥生前多次喺採訪度講，我只認張柏芝係我媳婦。四哥甚至喺遺產協議入面，把幾億財產全部封存俾張柏芝大嘅2個孫，1分錢都不及王菲。四哥死都不待見王菲，唔係討厭王菲這個人，而係喺玄學上，四哥要把謝家嘅家族財富同庭崇嘅個人愛情徹底劃清界限。四哥要把財富同血脈留在張柏芝那度，讓王菲只留在庭崇嘅愛情世界入面。咁樣既保護咗謝家嘅後代，又保護咗庭崇嘅感情。但奇蹟出現啦，點解頭唯同李亞破跟王菲就一切都倒霉破財，唯獨謝霆和跟王菲相愛24年不會有破財，反而身家暴漲到幾十億。這背後到底隱藏住咩玄學奇蹟？下一章我哋揭秘霆爽嘅雙煞同宮風水局。講到呢度，大家終於明白這個玄學大局最精妙嘅地方啦。全華人世界都在奇，點解頭唯破產，李亞破欠債，唯獨謝霆和跟王菲復合之後，事業反而一路飛黃騰達，做生意賺到幾十億，拍電影拿影帝，做飲食變成網美大廚。答案只有4個字：以煞制煞，雙煞同宮。我蘇文峰拆解過謝霆鋒個八字同面相。霆鋒1980年庚申年出生，八字命格係典型嘅庚金大煞，骨骼強硬。你睇霆鋒個面相，以反骨、眉顱壓目，眼神帶着一股強烈嘅煞氣同狠勁。喺命理學上，霆鋒個命格極硬，佢係典型嘅武職強人命，普通嘅沖克根本傷唔到佢分毫。王菲個面相帶有清冷孤寡煞，普通男人如浩為、李亞破命格太弱，遇到王菲個煞氣，立刻被沖克得渠不成官，財運倒退。但謝霆鋒不同，霆王自己本身就是帶着強烈煞氣嘅庚金硬命。當清冷煞遇上庚金煞，喺玄學上形成了極其罕見嘅以煞制煞、雙煞同宮風水局。即係就像2個勾手過招，2個強大嘅磁場碰撞喺一起，反而形成了某種奇妙嘅動態平衡。霆爽唔單止不怕王菲個清冷孤寡相，反而被王菲這種超脫世俗嘅氣場激發咗自己內心最強大嘅靈感同事業心。所以大家睇到霆爽同王菲在一起，2個人不結婚、不領證、不產生共同嘅財產糾紛，2個人各自保持極度嘅獨立。王菲做佢嘅清冷天后，霆爽做佢嘅商業大亨與影帝。霆爽把愛情給咗王菲，把財富同血脈給咗張柏芝母子，自己在中間游刃有餘，財運與事業同時達到咗人生最高峰。這就是謝霆學命硬抗克，越愛越暴富嘅真相。這就是香港娛樂圈最頂級嘅雙煞同宮風水局。各位朋友，人生如戲，命理有常。四哥嘅睿智，張柏芝嘅守護，王菲嘅超脫，霆爽嘅命硬，共同構成了香港豪門歷史上最精彩、最玄妙嘅一頁。如果你睇完今日呢集影片，覺得我蘇文峰嘅分析切中要害，有幫到你睇清王菲面相真相與謝家風水大局嘅話，請你即刻按下影片下方嘅 subscribe 訂閱按鈕，記得點亮旁邊個小立氹全部通知，仲有 like 讚好同 share 分享俾你身邊關心王菲、謝霆鋒同風水命理嘅朋友。你哋嘅每一個訂閱同點讚，都係我蘇文峰繼續同大家揭秘更多豪門玄學大局，分享獨家風水乾貨嘅最大動力。
下期影片我會繼續帶大家拆解更多華語圈頂級豪門嘅風水秘密同面相命理。我係蘇文峰，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集再見。我哋頭先講完王菲個面相特徵同庭院點樣以殺制殺，但其實呢個雙煞同宮風水局入面仲有一個極其關鍵嘅時間密碼係好多人忽略咗嘅，就係庭鴻同王菲嘅復合時間點，恰恰好係庭鴻2011年同張柏芝離婚之後嘅2014年，呢一年喺玄學上係甲午年，甲木生午火，火旺至極，庭鴻嘅庚金命格需要火嚟提煉，先可以變成純金王菲嘅己。土命格，土能生金，但同時土亦能晦火，兩個人喺呢個火土相生嘅年份重新走埋一齊，等於將各自命格入面嘅煞氣同孤氣通過火嘅煉化轉化為創作同賺錢嘅巨大能量。庭嬸喺復合之後拍咗好味飲食節目，又重返影壇拍咗怒火，套套賣座。王菲就更加厲害，復合之後雖然極少公開演出，但每一次出場都係天價，演唱會一票難求。呢種火煉真金嘅效應，如果冇呢個精準嘅時間點配合，根本發揮唔到出嚟。再講深入啲，四哥生前之所以咁抗拒王菲，除咗面相同血脈傳承嘅考慮之外，仲有一個好現實嘅家族權力問題。四哥係謝家嘅絕對權威，佢一生風流，但極重家族體面。王菲個性格係絕對唔會向任何權威低頭嘅人。你睇王菲接受訪問嘅態度，從來都係愛理不理，答問題永遠唔超過3個字。呢種性格喺一個大家族入面係極度難以融入嘅。四哥知道，如果庭鴻真係同王菲結婚，王菲唔會陪佢飲茶，唔會陪佢拜山，唔會同謝家其他親戚應酬。謝家嘅家族聚會，王菲一定缺席。呢種離群孤高嘅態度，對於一個重視家庭倫理同傳統嘅老人家嚟講，係極度難以接受嘅。相反，張柏芝雖然同庭鴻離婚，但佢每逢過時過節都會帶2個孫去探四哥，陪四哥食飯，陪四哥打麻雀。呢種接地氣嘅相處方式，先至係老人家最需要嘅情感慰藉。所以話四哥唔係討厭王菲嘅才華，而係佢知道王菲唔適合做謝家嘅家嫂。我哋再睇下庭鴻喺呢個雙煞同宮局入面嘅心理狀態。庭鴻自細就睇住父母離婚，自己16歲出道替父還債，性格極度獨立，而且帶有強烈嘅保護索。佢需要嘅愛情唔係一個普通嘅賢妻良母，而係一個能夠同佢喺精神層面並肩作戰嘅伴侶。王菲就係呢個人。王菲比庭鴻大11歲，佢嘅人生閱歷同藝術修養完全可以賴庭鴻嘅叛逆同衝動。兩個人在一起唔使講太多嘢，一個眼神就明。呢種靈魂伴侶嘅關係，對於庭鴻呢種唔中意解釋、唔中意交代嘅性格嚟講，簡直係完美嘅匹配。而張柏芝呢，佢雖然係一個好媽媽，但佢嘅性格比較直率同熱情，有時會顯得過度依賴同缺乏安全感。呢種性格同庭鴻嘅孤高氣場反而會產生摩擦，所以庭鴻嘅選擇從命理同性格2個層面睇都係無可避免嘅。我成日同啲客講，睇一個家庭嘅風水唔可以淨係睇間屋，仲要睇入面每個人嘅命格夾唔夾。謝家呢個家庭可以話係香港娛樂圈最複雜但又最平衡嘅一個命理組合。四哥嘅金命，庭鴻嘅金命，2個金命嘅男人需要水賴石獸，需要火賴煉金。張柏芝嘅木命能夠生火，所以佢喺謝家嘅時候，庭鴻嘅事業如火如荼。王菲嘅土命能夠生金，但同時會晦火，所以佢同庭鴻復合之後，庭鴻嘅事業從火爆轉為沉穩，從幕前轉向幕後同商業。呢種轉變唔係好壞之分，而係氣場轉換。庭生由一個叛逆嘅搖滾少年變成一個沉穩嘅商業大亨。王菲嘅土命喺呢個過程入面起到咗關鍵嘅穩定作用，所以話王菲唔單止冇克庭鴻，反而幫助庭鴻完成咗人生最重要嘅一次轉型。再講王菲嘅2個前夫劉維同李亞婆，佢哋之所以會破財落魄，除咗命格太弱之外，仲有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都試圖改變王菲後，唯想王菲做一個普通嘅搖滾女人。李亞婆想王菲退出娛樂圈相夫教子，但王菲嘅命格根本唔容許任何人改變佢。當一個人試圖去改變一個命格極硬嘅人，結果就係自己被對方嘅氣場反噬。庭鴻就聰明好多，佢從來冇試圖改變王菲，佢完全接受王菲嘅全部，
包括佢嘅孤高、佢嘅冷漠、佢嘅唔合群。呢種完全接納嘅態度，正正係兩個強大命格能夠和人共存嘅關鍵。風水學上叫順勢而為，唔好逆天而行。庭生順應咗王菲嘅命格，所以佢得到咗王菲嘅愛同埋事業上嘅靈感。唯同李亞滂逆咗王菲嘅命格，所以佢哋失去咗一切最好。我想用一個比喻嚟總結，呢個雙煞同宮風水局就好似兩個巨型嘅星球，如果佢哋嘅緯度重雜，就會發生災難性嘅碰撞，但如果佢哋嘅緯度保持一個恰到好處嘅距離，互相嘅引力就會形成一個穩定嘅雙星系統，彼此圍繞，共同發光發熱。庭松同王菲就係呢個雙星系統，佢哋唔結婚、唔同居、唔干預對方嘅財務同生活，但佢哋嘅心靈同精神緊緊相連。呢種關係超越咗世俗嘅婚姻制度，亦超越咗普通嘅愛情定義，係一種極其罕見嘅命理共生關係。四哥睇唔明呢種關係，因為佢係傳統嘅人，但庭生同王菲用24年嘅時間證明咗呢種關係係可以存在，而且可以好成功。謝家嘅風水大局，因為呢個雙煞同宮局而變得更完整、更豐富。呢個就係香港豪門最與眾不同嘅地方，永遠充滿驚喜同玄機。好啦，今日嘅拆解就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記得訂閱同分享，我哋下次再見。